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教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这一届野球经典比赛，中华队成绩算是袂歹，也毋过无拼入去到头名 A 组预赛，就无倒去到东京巨蛋，安尼实在真无彩。讲到野球相关的用语，古早是翻译日语，日语搁再翻译英语，安尼就变做翻译二手去。当然，即马时代无共，认为会当直接讲台语的人嘛袂少人。老台语讲新闻，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若是爱看野球，已经足关心今年2003年的 WBC 世界野球经典赛。今年的经典赛离顶一届已经有过5年啊，而且呢，今年的台湾队拢是选较少年辈的少年的球员。虽然今年台湾队的第一场的比赛是输巴拿马，毋过呢，刷落来是连赢2场，伊是甲意大利、甲荷兰拢甲拍败啊，毋过足可惜的哦，甲古巴比赛的时阵嘛输去啊，所以呢，阮无用到阮地主的优势，嘛是无法度晋级。刷落来，带你来熟悉伫野球比赛内面上重要的装备，上重要的就是这粒球。这粒球若是用台语来讲，我会使叫伊是保路。保路安怎来的？就是用英语的保转成日语，搁转来台语。所以咧，阮伫个野球场内面有听到讲保路，就是有人诶话你讲爱接球，还是爱闪球。若是这时阵呢，想要甲这粒保路甲讲出去，就爱有即支叫做是巴达。巴达咧，共款嘛是用英语的 bat 转日语，搁转来台语。巴达搁叫做推啊。所以咧，这时阵若是有人要摕推啊来甲球讲出去，这个选手，阮就叫伊叫做推啊手。再来继续带你来熟悉哦，伫野球场顶悬，阁有足侪足重要的球员的角色，亲像这个位的人，就叫做投手。投手咧，就是负责甲球弹出去。投手的台语就叫做 pitcher，pitcher 咧，就是用英语的 pitch 反过来的。甲 pitcher 合作的，就是区伫咧本垒后壁的捕手。捕手的台语佮叫做 catch，catch 咧共款嘛是用英语的 catcher 变过来的。catch 咧会使比暗号甲投手讲哦，即马要投什么球，才会使甲即个对手咧甲解决掉。我会使看到伫规个野球场内面有1垒、2垒、甲3垒，我会使知影英语的第一、第二、甲第三是 first、second 甲 third， 所以咧台语的1垒手，阮叫做是 first， 2垒手 second， 3垒手是 third。阁有一个游击手是徛伫个2垒甲3垒的中央，嘛是负责来守备、负责来接球的。这个游击手的台语就叫做小度。这个除了有内野，阁有外野这个部分，嘛有3个选手来负责来接球。伫个阮正边的就是right，就是英语的 right， 若是伫个倒边的，就是阮的英语的 left， 就是叫做 left。伫中央的，就是阮的 center， 伊的台语就叫做散打。伫个野球比赛当中，上重要的就是爱甲即个保路甲讲出去。若是即个推啊手呢，有3个好球，毋过这3个好球拢无讲出去，伊就会叫三振。三振的意思就是即个推啊手就是 out 出局啊啦。过咧，这个推啊手呢，若是有成功甲这个球讲出去，而且呢，无叫对手甲接到，就表示讲这个推啊手有卡一支安打，安打的台语就叫做 hit。而且呢，这支安打呢，若是飞甲真悬、搁真远，是飞过这个外野的壁，表示这个球就是 home run。但是这个推啊手呢，就是要叫三振啊，还是要叫out啊，不要紧，我会使继续帮伊来加油。这时阵呢，我会使甲伊讲是巴达
迄都迄也是八达红不让来做伙帮伊加油。虽然呢，今年台湾队就可惜无法度继续晋级，毋过呢，今年的表现，讲安打的表现已经真好啊，所以希望观众朋友会使继续帮阮台湾的球员来加油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秀文，今仔日个时间高兴哦，移动主播。